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9天，4月18日，題目：十架七言。經歷痛楚時，你會諗到啲咩呢？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歷經極度嘅痛楚與折磨時，佢卻講出咗7句話。呢7句話被稱為十架七言。每一句都深刻地反映咗佢喺受苦中嘅心懷。以下係呢7句話嘅次序與意義。第一句：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作的，他們不曉得。路加福音23章34節。喺瀕臨死亡之際，耶穌並未自憐，亦未怨恨嗰啲釘死佢嘅人，反而為佢哋祈求赦免。呢個係一份無條件嘅饒恕。學習功課：喺任何境況中，學會寬恕傷害你嘅人。第二句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。路加福音23章43節。呢句係耶穌對同佢同釘嘅悔改強盜講嘅話。呢個人知罪認罪，懇求主紀念，耶穌毫不遲疑地應許咗佢永恆嘅救恩。學習功課：盡力幫助嗰啲與你一同面對苦難嘅人。第三句：母親，看你的兒子，又對那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約翰福音19章26至27節。即便係喺十字架上，耶穌仍記掛佢嘅母親，並將佢託付俾所愛嘅門徒，為我哋立下孝敬與照顧家人嘅典範。學習功課：珍惜並關愛你嘅至親。第四句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馬太福音27章46節。呢句係一聲震撼人心嘅呼喊。耶穌因背負世人嘅罪，成為代罪羔羊，承受咗與天父隔絕嘅痛楚。學習功課：喺苦難中仍然堅守信念，向神傾訴你嘅心聲。第五句：我渴了。約翰福音19章28節。經過整夜嘅酷刑、鞭打、嘲弄，背負沉重嘅十架，最後被釘喺粗糙嘅木頭上，耶穌嘗盡身心軀渴嘅痛苦。學習功課：坦然面對自己嘅需要，勇於承認軟弱。第六句：成了。約翰福音19章30節。呢句係一聲得勝嘅宣告，標誌着救贖之功嘅完成。十字架唔再係羞辱嘅象徵，而係榮耀嘅記號。學習功課：甘願為主捨棄自己，為更高嘅價值而活。第七句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裏。路加福音23章46節。呢句係耶穌嘅最後一句話，佢將自己完全交託喺天父嘅手中，堅守信仰直到最後一刻。學習功課：無論身處何境，都要信靠神，交託到底。反思與禱告：第一，靜心細讀每一句十架七言，體會其中嘅心意，並輕聲與主同說這些話。第二，思考每一句話帶俾你學習嘅功課。你有冇學會咗寬恕、交託、捨己與信靠呢？第三，禱告：主啊，
你喺十架上嘅七言，係你大愛嘅流露，每一句都蘊含深遠嘅意義。你嘅話深深敲擊我嘅心靈，使我反思感動。我願將你嘅話珍藏於心，成為我生命嘅準則，使我活出你嘅樣式，榮耀你嘅聖名。阿門。